你係咪仲希望可以爭取港獨呢？今日我都仲未夠膽咁樣答你住，過到宣誓嗰關，可能可以大膽啲去同大家討論呢個議題。又係啊！一日未宣誓，個議員位都未叫坐穩，唔可以開會同表決啊！宣誓宗教式定非宗教式嘅誓詞都有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。下個月12號就宣誓啦，叫幾個本土自決派嘅議員點算？嗱，前輩係咁做嘅，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，人民萬歲，民主萬歲，結束一黨專政，定當擁護中華人民香港立法會議員基本法。但黃毓民咁讀法，結果要重新宣誓一下。立法會秘書處話，原則上唔可以加減誓詞，不過都係睇情況嘅啫。羅冠聰話會走過要走嘅程序，可能會同時做啲手勢咁咯，但暫時未決定具體行動。阿鼎話唔排除有人違反誓言就啟動彈劾機制，保皇真係理智強啊！不過幾落力都未必保得住佢噃。港大公布佢最新嘅民望評分，升咗個啦噃吓，都係得38.7分咋，繼續喺45分嘅警戒線下。不過識佢咁耐，幾時見佢有自知之明嘅啫？